This is CFMT Channel 47. 各位觀眾，歡迎收睇《商業透視》，我係梁永恩。喺多款外褸衣着中，收皮製造嘅大褸係受唔少女士嘅歡迎。香港嘅皮草業十分蓬勃，而今晚節目第二個環節亞洲商務將會睇睇香港皮草業近日發展嘅情況嘅。我哋先睇返加拿大商業嘅動態。投資係佔咗商業運作一重要嘅部分。講到投資多種工具，黃金係受唔少亞洲人嘅喜愛。黃金種類唔少，包括金條、金塊以及其他形式嘅金屬。不過講到投資金幣，加拿大生產嘅楓葉金幣可以話係十分之盛行。加拿大皇家鑄幣廠亦係世界著名嘅製造商之一。以下嘅專題係由為你提供永久保障及專業理財知識嘅永明人壽保險精英特約播映，有永明人壽幫你計劃更好嘅明天。世界嘅鑄幣廠並冇幾多，開業20多年，加拿大皇家鑄幣廠喺國際黃金市場嘅聲譽係相當高嘅。好多投資家買金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保值，而楓葉金幣純度特高。喺產品質素方面，佢哋亦不斷有出色嘅表現。難怪呢間鑄幣廠喺多年嚟都達到盈餘。我哋現在一齊飛到該公司嘅總部渥太華，睇睇呢一間政府機構對業務嘅睇法啦。喺多類投資工具之中，黃金可能係最搶眼嘅物體。亞洲人一向喜愛投資，而黃金係佔咗佢哋投資組合中一重要嘅部分。原因好簡單，雖然黃金一樣係受世界市場價格上落嘅影響，但一般人視金塊為十分保值嘅投資工具。加拿大皇家鑄幣廠推銷嘅99.99純度金幣係全球最高嘅。喺投資金幣方面，亞洲市場比加拿大大好多啦。喺呢個楓葉金幣嚟講咧，就無疑咧亞洲市場咧比加拿大市場咧係大好多嘅。咁而家亞洲區嘅市場喺楓葉金幣方面咧，佔咗大概我哋整個世界市場嘅50% 以上嘅。加拿大楓葉金幣係世界最暢銷嘅投資金幣，佔咗全球總銷量50%以上。不過，如果講到競爭，佢哋一樣係要同其他形式嘅金屬，例如金條、金塊喺世界市場競爭嘅。不過，皇家鑄幣廠喺過去20年間，仍能夠喺世界市場上穩守崗位嘅。可能由於金幣特純關係，消費者似乎對楓葉嘅信心好大。呢一種信心實在對公司業績構成良好嘅影響。該金幣廠成立以嚟，其中20年都達到盈利。身為一間政府機關，咁佳嘅業績的確令人刮目相看。負責市務嘅副總裁霍仲年話：公司由上至下都着重出品優質嘅問題，而每一件產品都要賺錢。呢一個宗旨對佢哋有好大嘅幫助。We have a very keen eye on the bottom line. All our products must generate a profit. And how do you generate a profit? We have a slogan at the Mint that product quality is not negotiable. We want to know and understand what our customers want. And when we introduced the gold maple leaf, when we went against the Krugerrand, we understood that we had to develop the highest purity quality bullion coin that we could, and we did that. 正如好多成功嘅機構一樣，人才往往係非常重要。金幣業務其中最重要嘅一環就係市務推廣嘅策略。對世界當地市場了解有幾深厚，可能係勝負其中大嘅因素。霍仲年指出，公司嘅策略一向以當地人才為重點。由於佢哋推銷嘅產品市場屬於全球化，當地嘅文化及背景各樣對業務推廣有連貫嘅關係。因此，無論係內部或者係推廣嘅公司，佢哋都委託本地人去擔當。When we move into a new area, we want to develop a new market, like Japan, like Southeast Asia.
is we retain local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e customs, wh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We also do the same thing in our promotional vehicles that we use. We retain local advertising, local public relations firms. 喺了解個市場，預測嗰個市場嘅趨向，我哋都係用我哋以前我哋學嘅嘢，我哋喺私人公司所做嘅一種辦事嘅方法，嚟喺我哋呢個推廣呢個加拿大皇家鑄幣廠嘅產品方面。所以我哋雖然我哋係一個政府嘅機關，但係我哋所有嘅人，尤其是我哋啲事務嘅職員咧，都係大部分係有咁樣嘅心態，大家嗰個目的都希望係將我哋嘅產品用一個好嘅方法推廣出去，而最後咧希望係達到咧係帶嚟公司一個可觀嘅盈利。鑄幣廠市場可分開兩大類：投資金幣以及紀念用途嘅錢幣。對一般買黃金投資嘅人，黃金價格比錢幣本身更為重要。由於任何金幣都同國際市場價格掛鈎，投資回報率係視乎市價而定。負責亞太區業務嘅鄭良豪表示，喺兩個市場之中，投資金幣市場比珍藏市場較為重要。至於球量方面，兩種嘅金幣都一樣係受到經濟景氣嘅影響。好似黃金嘅價格咧，就受呢個供求嘅影響啦。珍藏金幣嘅價格咧，係受世界嘅景氣嘅影響。如果嗰個世界嗰個景氣係好嘅，個個都係有閒錢嘅，咁啲人會多啲係考慮買呢啲咁樣嘅紀念性嘅金幣。景氣唔好啊，食都未必係捨得食啦，咁就好多時咧都少買咗呢啲紀念性嘅金幣。鄭良豪話：亞太區往年業績亦受國際影響而下跌咗20%至30%。不過公司全球嘅純利仍達到130萬。霍仲年指出，可能由於公司3年前曾預料全球經濟倒退關係，佢哋實行將90年嘅支出削減，盈利就呢一點而上升。喺全球市場方面，霍仲年就話，除咗北美之外，國際市場十分之重要。由於黃金價格及兌換率係睇市價而定，金幣主要係薄利多銷嘅業務。The people that we retained here started to say in 1989, I think that maybe the 90s will not be as prosperous as the 1980s. So we started to cut back on our expenditures. We started to look at ou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We became extremely cost conscious. If you measure our net profit to revenues, it actually went up in 1991 as opposed to 1990. 加拿大皇家鑄幣廠呢一間喺渥太華嘅廠房，主要係負責黃金提煉、鑄製金幣同珍藏錢幣。佢哋每年鑄製各類型嘅錢幣係達到20億枚。鑄幣廠業務已發展成多元化，每年為全球40多個國家同埋地區鑄造錢幣或獎章，營業額佔世界市場嘅27%。不過為繼續開拓新嘅市場，鑄幣廠不斷做市場調查，參與各方面嘅展覽，增加營業機會。就算球量突然受經濟下降影響，損失就唔會咁大。最大嘅競爭對象咧，其實唔係同類嘅黃金飾物，而係其他嘅投資工具。好似以香港嚟講咧，喺而家呢段時間咧，股票啊、物業市場咧都係好興旺。咁所以啲人嘅投資嘅錢咧，好多時都擺咗喺物業啊同埋股票，擺黃金啊比較少啲。所以有兩方面，有直接嘅競爭同埋間接嘅競爭。而我諗嗰個間接競爭嗰個仲大過呢個直接競爭。一間政府機構嘅工作效率好多時都會令人失望。不過皇家鑄幣廠俾人嘅印象可以話與別不同。除咗冇任何官僚作風之外，鑄幣廠一班嘅高級職員對世界市場都有深切嘅了解。更重要嘅係負責市務推廣嘅一班人都係由私營機構轉過去，而唔係公務員。能夠成功地將以前學嘅嘢運用，對業務可帶嚟唔少嘅利處。假如公司每人都能抱住同樣嘅心態，目的係將產品推廣嘅話，公司嘅盈利肯定會更樂觀啦。